部长对我们全国这样子的照顾，我们会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好，辛苦了，加油啊！部长怎么看？现在有4万人联署华航要改名，甚至徐志杰也都说台船都已经改完了，那华航应该要改成台湾 Airlines。作为一个交通部长哈，我是支持，当然代表台湾哦，不要引起误会啊，尤其是在我们运送这些防疫物资就是援助一些国家的时候，所以首先就是要避免有一些引起误解那尽量用台湾来代表。那至于说航空公司的改名那交通部也是持开放的态度。那么只要因为航空公司它的股东经过法定的程序有这样的决定，那我相信后续的一些可能面对到的一些这个包括修改契约或航权的谈判乃至于必要的一些行政的成本这个就由国人来凝聚共识。那我们希望说，当然名正言顺台湾能够让世界看见这一次在防疫上面的一个成果，我们也当然希望能够减少误会。这一次的防疫也证明这个台湾跟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对比。那当然国人都不希望去引起误解，我们也会一起来努力。我们交通部对于大众运输在防疫期间肩负起责任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搭车我仅代表国人表达感谢。那么交通部也知道因为疫情的冲击，大众运输特别是客运业受到很大的这个业绩的影响。那因此我们扩大对国道客运的一个补助那么从先前我们是针对机场的路线，总共280辆，那840万元的补助，我们扩大到所有国道客运，那么总共有3500辆。那如果他们的运量减少50%以上我们就补助每个月3万块一辆，那连续3个月就是9万元。那如果它的运量降低是在30%到50%，那是补助每个月2万元连续3个月。如果运量是减低这个2%到3%，那我们补助每个月1万元。大概以这样的3级补贴的方式让国道客运可以维持正常的一个营运。那我也要特别感谢国道客运跟公路客运还有所有大众运输业，他们在防疫工作上配合落实戴口罩、量体温，那整个消毒这个清洁的工作也都有落实，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些大众运输并没有发生这个所谓疫情这个传染或扩散的情况。守住第一线大众运输让我们国人能够有正常生活跟一个行的自由我也特别表达感谢。